请问吼，正两吃煞来一点仔甜的，请问布丁的台语安怎讲的？哦，布丁的台语哦，美秀这边是煨卵。煨卵，来，你甲看，咱若要做炊卵的时阵，是不是拢甲卵壳的料拍，嘿，啊，摕去电锅，吼，无就是雅素安尼用的火，细细安尼慢慢啊煨，煨了后，吹出来，嘿，就变做布丁。哦，嘿，是我这边答案是煨卵。是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布丁，为什么？布丁，因为伊是日本话来的哦。啊，咱台湾足侪物件是为日本话翻过来。外国拢无。不是啊，因为这物件是日本吼早入来台湾。哦，外来啦。譬如讲罗莱吧啦、韩多鲁哦，这拢是。所以伊就是用日本人咧讲的话来讲，嘿，布丁。好，正确答案吼是伫阿雄这边。应该是西洋的点心啦吼。是。啊，伊是伫英语叫做 pudding。啊，伊传到日本的时阵，日本人叫音改叫做 pudding。啊，到台湾嘛是，伫日本时代嘛是来讲。啊，当然你即马吼。伫台湾，因为咱华语甲翻做布丁哦，啊若照台语的汉字的念法，甲念做布丁哦，是安那会当接受啦。所以这两种我拢会使讲。